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秘鲁总统惠恕仁讲，中国有予伊压力，爱外交转向，甚至讲到观光问题，想要来影响明年秘鲁的总统大选。月底要执行轿车、乌托邦爱让民众过斑马线，目前上界新的政策已经出来，这车上无爱离民众3公尺远。查甫家人大爷今日伫面册指控，11年前互家人陈建州伫香港的饭店性事了解蓝条条，受害者唔来伊一个人。英国的 BBC 提出新的证据，讲中国的侦察气球也伫咧亚洲活动，不飞过台湾和日本的空隙。咱的官方是认为讲，这只是一般的气象气球尔。不过，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却是认为，这中国是利用侦察气球进行军事行动。国防部也强调，若准有威胁到台湾，一定会把气球拍落来。中国侦察气球进前鸟震动到美中的美英感神经。外媒 BBC 节目讲角镜咧讲，中国侦察气球伫咧亚洲活动的新证据，包含飞过台湾，也有日本的顶悬。一粒侦察气球伫咧2021年9月初飞过日本的北平，也若台湾气象局伫咧9月底嘛有翕到2张气球飞过台湾顶悬的相片。咱咧判图是讲，认为这是一般的气象气球，毋过节目内底咧讲，这粒气球的直径、运作的管道，看起来个亲像是飞去美国啊，有日本的侦察气球同款。那这一些具体的证据证明了，中共确确实实是国际麻烦制造者，完全不遵守国际规范，恣意的以军事行为、间谍行为去骚扰周边的国家。节目咧讲，中国执行的侦察气球的任务上介少，还有5年。日本已经做好要甲接落来的准备。针对台湾的措施，国防部表示讲，掌握到中国的气球，大多数拢是气象的观察的用途。不过，是不是要甲接落来？国防部的立场真坚定。大部分都是由对岸的气象单位所释放的。那成都之前在金门所拾获的，也都是气象观测用的气球。针对这个媒体的相关的臆测，或者他们的报道，本部是没有任何评论。这个气球它对我们来讲是有威胁的，我们也研判它的确是有威胁的，我们会一力来实施这个击落跟摧毁。针对外交部长吴钊燮公开咧发话讲，澳洲派武官驻台，军方人员透露讲，这干那会当做，袂使讲。若是甲讲破就无效去。对这件代志，国防部回应讲，表示就有名的军事交流，以持平等互利，会煞咧来策动军事合作。记者综合报道。秘鲁总统惠恕仁进前接受外国媒体访问时阵，又讲过中国捌予伊压力，爱以外交转向，甚至佫讲会开放中国游客去到秘鲁，想要来影响明年秘鲁的总统大选。咱的外交部也谴责中国这款的行为，也讲咱台湾会继续提供秘鲁援助。有学者认为讲，中国是想要把军事范围增加到第2岛链。伫南太平洋的北流有真丰富的海洋资源，国内主要拢是观光旅游，但和北流有直飞的航班。根据外交部的统计，疫情进前，2019年有15511个人去北流，2020和2021拄着疫情去的人无到3000个，疫后佫转来啊，到4月已经有3605个人去。业者讲3月开始，逐工拢有团。因为暑假旺季的关系，从4、5月开始，我们每个月都有就是台湾民众帛琉下单的状况。那其实像是去年的第4季，因为那时候因为旅展的带动，然后也有不少民众选择在冬天的时候到帛琉去旅游。不过，秘鲁总统惠恕仁最近接受外国媒体的专访，证实互中国施压，
要求因返回台湾。2015年到86的游客，中国就占54%，但是中国2017年却无爱予游客去帛琉，最近才阁开放。卫书人认为讲，中国安尼做是想要影响明年帛琉的总统大选。中国对我国的外交打压，贬义我国的主权地位从未停止外交部谴责中国用这种假的援外，对咱的友邦是各成各逼，会继续提供帛琉具体援助。学者讲，中国的目的是要逼台北断交，但帛琉在第二岛链有战略地位，美国袂歹插。它跟美国来讲有非常紧密的这种军事安全，当然还有所谓的这种经贸上面的这种连结。那所以在这时候，美国是不是会同意帛琉跟中国建交，然后来跟台湾断交？美国应该会是有保留的一个态度。政治当讲帛琉的观光受到影响，但是敢会转去和中国来建交，搁会看国际战略的部分。尤其美国和帛琉有签自由联合协定，美国会避免中国军事扩大到第二岛链。台湾嘛应该和盟友做伙，互帛琉搁较侪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性骚扰事件一直逼，今仔日查甫家人打压周基派。今仔日伫面册顶头指控讲，10年前去香港录影时阵，去互家人陈建州伫饭店内面甲伊性骚扰，甚至甲伊染条条。陈建州是透过律师强调，即寡指控拢是无证据，而且是无影无迹的。讲到最近愿意徛出来指控的人，拢是吞忍一段时间，就妇女团体建议讲，甲现有1年的行政申诉期延长，比较民事求偿有2年的时效。被亲过吧？过去是为什么要一直讲啊？来宾上节目别康讲，黑人陈建州你要针查某囡仔，当时大家周日派红点名回答，讲已经过几啊年。面册27写甲落长，大家控诉11年前去香港录节目，互迄阵的头家陈老板性骚扰，走去饭店的房间内要讲代志。搁从伫困房内，几若摆用话语性暗示，后来雄雄按脚趾甲揽倒伫面床顶。伊搁讲，后手搁有听到别人嘛，互伊用同款的招数拐骗。你们想知道的事情，其实我不是当事人，然后我也不太方便回答。大家也是按节目有爱黑社会出道，吴永嘉和昆凌拢是迄阵的班底，因伫出席活动的时阵拢无做回应。互外界点名的陈建州是请律师发声明反驳，无用阮任何恶意的作恶。强调家己的行为正派，大家的指控并无证据，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应该甲性骚扰直直逼，司法界同款嘛伫滚价。惩戒法院院长李博道前任定界法院院长李必道，防指控强男女剥削。伫今年5月，司法院长柯崇立、秘书长林辉煌2人知影同款互伊顺利退休，无伫第一时间启动调查。虽然司法院讲这是尊重被害人的意愿。嘛是互外界批评这案，甚至质疑司法敢会当保护人民。即使他已经退职，只要这个他有性骚扰的事情经过调查属实，他所领取的退休金、退职金都会因为这样的情形而受到影响。所以呢，并没有所谓的说他退职是安全下庄啊，或者是这样的情形存在。司法院讲，因为尊重被害人，要求李必道先自请退休，嘛照性别工作平等法。采取即时有效的补救措施。性骚扰案件一件接一件，真侪被害人伫几啊年后才敢出声，恐惊超过刑事追诉期，无法度追究法律责任。因为他们有很复杂、很惊吓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情绪要去处理，要让这个被害人先度过他自己那个创伤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情绪。我想6个月是不足。丽影基金会讲，被害人伫事发了后，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息。建议会当甲行政申诉期1年，比较民事求偿期2年的时效，互被害人徛出来了，卖当互加害人为着家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记者综合报道。伫这个月7日暗时，台中沙鹿有民众伫咧无青红灯的路口行过路线时阵，那25台这个轿车奥多拜无被相让，搁去互一台奥多拜撞着。本地月底要施行的交通政策，即马有小可调整，就是民众伫咧过路线顶头，轿车奥多拜就爱先让人过，人甲车爱离3公尺。
这个要号志的路口，就伫咧台中沙鹿的沙田路和四平街的12路口边仔，都是宫顶病院的大门。板尾线最近洪加青底，要互人较看有，但过路人要过，同款是惊惊。我有一点害怕。怎么说？我怕说他没有停啊，还是什么的啊？红绿灯我在那么远啊，这边怎么没有红绿灯？这个月初六，一个查某人准备要过这个路口的时阵，有25台汽机车拢无人让伊，查某人真无简单才通过，路尾煞互一台乌托摆弄着。台中市交通局想要补救，除了甲斑马线加青底，路中嘛加一支风浪的，防止人车直接过去。但是现场看，也是有真侪车有在让过路人。有绿色，看现在马上就要停下来，哈，有在停的，只是没有自由行政，有的人要停，有的不停这样。这个月底会进行第2次的协调，那协调完成之后就会来做这个红绿灯。为着外国红叫做是行人地狱，进前交通部宣布讲，6月30开始，斑马线有过路人，不管离伊是远还是近，拢爱让。红讲安尼是做甲伤超过。交通部长王国材讲，6月30开始，无照规定停让过路人，罚款对3600提悬到6000块，同款会实施。但是处理标准暗算会照即马人车爱过3公尺的规定。学者表示讲，过路人的路权爱搁较有效来提升。主要就是近端远端的认定可能很难一致性，所以呢，我们就认为，如果是在行进方向会有冲突点的3公尺的范围来认定，目前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就维持原来认定的标准。学者讲，车爱先减速才有停留的空间，但是用中央分隔岛来做处理标准，要用安尼来执法会较困难。若是用即马在用的标准，目前看起来是较好的一个方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日头，若阵伤过插目，也会造成车祸。这个月23，屏东就发生一桩车祸，有民众赛车经过那边大桥的时阵，因为这日头伤过插目，看不清楚，就和别台车弄出一伙。这款的情形伫高雄也接发生，就一寡民众会家己挂乌目镜，也若高速公路也会徛牌啊，提醒民众讲，这路段日头是正插目，就要注意安全。驾驶开车上报到屏东那边大桥路段，因为尾马的日头光擦甲互伊目睭白金，看袂到头前的情形，伊先弄到头前有载人的机车，后壁同行机车嘛弄起来，3台车所弄做堆。疑似因落日逆光导致视线不清。车祸发生伫23尾嘛6点半左右，这个季节当地暗时7点日头才会落山。和嘉东乡第17线最近下晡6点外，汽车经过这个路段，驾驶对互日头光擦甲白袂金，准讲车内夜光棒放落来嘛无路用。因为那边太阳下山比较大太阳比较大，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最近会发生很多事故呢。警方提醒，车顶会当另外准备乌人目镜，车路拄到插目的情形，高雄嘛常常发生。有骑机车的人会选买有乌人目镜的安全帽，随时小遮一个。逆光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比较长，有时候蛮刺的，所以安全帽会有那个遮阳的。如果很刺的时候，会把它拿下来。国道原来有因应做法，高雄部高速公路局南区永和工程分局表示，因应伫透早甲尾嘛，拢有可能有日头光影响行车安全。国道10号往西6.55公里，国道3号上北400.5公里，路南289.5公里，这路段拢有设置告示牌，提醒民众经过这路段一定要小心驾驶。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是愈来愈热，伫南投草屯有一个75岁姓陈的老大人，25去田里做事，要食豆啊，人哥也袂登记，厝内面的人落去田里找人，想要到找到的时阵，发现到这个农民倒伫涂骹，也无喘气路，送病院急救，也是救无回来。救护车赶去现场，紧甲伤患送去急诊室，但是75岁姓陈的老人送病院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经过急救，有关系救袂回来。我们停好汽车，大概还要200公尺的徒步距离才能够接触到该名患者。那患者的位置是暴露在大太阳底下，已经有一点时间了，所以他身上有明显的大面积水泡，大约等同2度的烧灼伤。检方验过，确认老人的死因是热衰竭。南投草屯这个姓陈的老人，6月25日透早就去园林种菜，但是一直到要中昼的时，拢无回去厝。家属找袂到人，赶紧去菜园，才发现伊已经倒伫田花边，无生命现象。医师表示，最近天气烧热，日头赤炎炎的时阵做工课，水分甲盐分拢会流失，造成热伤害。他有可能在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心肺衰竭倒在田里面。
那因为都没有人发现，再加上太阳曝晒，所以造成机表面积的那个灼伤、烫伤的情形。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的统计，前2冬6月因为热伤害来看医生的人，2021年有238人次，2022年有280人次，但是今年一直到6月26，已经有436人次，创下最近3冬来上悬的纪录。医师表示，接看到热伤害有慢筋、昏气，也有热衰竭，老人、加囡仔，也有慢性病的患者是高危险的族群。所以，除了注意气温的变化以外，民众也要避免伫透中昼的时阵出门。风拍也有补充够价的水分甲电解质，才会当避免热伤害。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4例流感死亡个案，对发病到死亡平均1礼拜内就断去啊。若讲到南部天狗节疫情也当咧严重，顶礼拜增加55例，其中54例就伫咧台南。疾管署宣布，对7月初一开始，重灾区的台南林德区甲东区，甲这天狗节快筛阳性当作是确诊，希望会当降低这拖柜风险。环保人员伫巷仔内厝消毒水，要防止蠓仔生炭。屏东县出现疑似天狗节的病例，当咧等第2届采检的结果，县府团队高度警戒，这毋是无原因。根据疾管署上新的统计，顶礼拜增加55例天狗节本土病例。其中台南市54例，疾管署甲南高屏3县市列作上悬的风险地区。为着减少确诊的时间差，按7月初一开始，重灾区的台南市林德区、东区要全面实施快筛阳性认定确诊的申请。依据60岁以上的做业人爱提高警觉。腹部的疼痛，或者是有持续的呕吐，或者是有这个嗜睡、躁动不安，以及黏膜如果出现出血的话，这个是登革热感染之后可能出现出血热或者是休克的这种重症前兆。另外，最近天气烧热，温度升悬，流感威力嘛真强。顶礼拜增加29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4例死亡个案。因拢无注册本季流感疫苗，这4位都没有在本季都没有接种流感疫苗。那从发病日到死亡日大概是2日到7日之内，那都蛮快。发病日大概这4案都在1周之内就死亡。另外，新冠疫情目前阁是高原期，顶礼拜每日平均加232例并发症病例，比前1礼拜减8%。疾管署讲，主要是年假效应，真侪医疗院所休整影响，怪注意年假了的变化。若高出疫情，顶礼拜加17例本土病例，累计国内已经有198例高出确定病例，包括185例本土，13例境外移入。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政府甲新竹家属公司昨暗参一摆受到家属爆炸影响上严重的社区举办第2届协调会。副县长陈建贤是伫咧会议顶头，搁再一届向受到影响的住户会师礼，强调县政府会负责到底，若1个月内会找第三方来完成大楼结构鉴定。增加你们很多困难，对不起。新竹县竹北发生气崩，拜暗举办第2届协调会，县长杨文科无来，由副县长陈建贤来参加。社区的主委提出诉求，要求县府爱找专业单位，针对发生气崩的这栋大楼进行结构的鉴定。最主要的诉求是因为我们的在外的住宿补偿金跟县府的协调。那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大方向的，就是我们的房屋结构问题，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提出证明，帮我们检测我们的房屋大楼有没有异常。针对受灾户补助这部分，新竹家属公司拜日提出上新的方案，针对88户227个人安置补偿，对原本每工一人1200块的补助提悬到2000块，而且会事先补助14天。嘛答应后续会免费帮乡亲换会当侦测家属老去功能的微电脑家属表。那申请的案件我们正在受理当中。那有些也建议说，是不是整栋社区一并来做一个申请？我想我们会有一个窗口，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就派员到社区来做一个服务。1个月内，当然越快越好。这个事情也不能草率，他们必须带一些的仪器，很精密的东西去做检测。包括柱子里面的梁，钢筋有没有断裂，那里面有没有碳化，混凝土也怕碳化，一个是抗压，一个是抗拉，所以我们都要做检测。
新德县政府表示，公务处目前已经找建筑师工会协助，针对社区大楼做安全鉴定，也若损害较轻的部分，27会开始派人检测，1个月内会完成大楼结构的鉴定报告。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讲到罗西亚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进前发生反背，普廷26头届伫咧电视发表演说，讲规划反背人是叛国者，不过拢无讲到瓦格纳集团的头人普里戈金的名字。不过普里戈金会用录音档来解释讲，这是为着要抗击，唔是要反背。也那北京国安会官员是认为讲，中国高层看到罗西亚的战争拍到安尼死，也开始伫咧不安咯。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短时间兵变落幕了后，普廷26头一面发表电视演讲，谴责计划兵变的人是叛国者，暗过无直接点名带头的普里戈金，嘛是伫向瓦格纳士兵展示好意。Мечтая взять реванш за свои неудачи на фронте и в ходе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го контрнаступления. Кто хочет, сможет уйти в Белоруссию.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интриг, непродуманных решений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 должно было прекратить св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其实同一天，普里戈金嘛公布一段11分的录音，表示行动是为了抗议，唔是要甲当局诱落来。普丁掌权20多年来，罕见的拄到挑战。俄罗斯讲是先国家的煽动，不过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否认。We gave Putin no excuse to blame this on the West or to blame this on NATO. We made clear that we were not involved. W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This was part of a struggle within the Russian system. Донеччина, Запоріжжя, наші воїни, наші передові позиції, напрямки активних дій на фронті. Сьогодні по всіх напрямках у наших воїнів. 趁俄羅斯內亂，烏克蘭把握反攻機會，美國嘛傳出會閣提供俄國5億美金的軍援。瓦格納反亂還未平靜，北京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指出，中國高層對這樣代志嘛感覺不安。中國他會在這一次的一個作戰上面呢，他在對台灣，他看到了俄烏戰爭的一個狀況，他會知道說，如果戰事一延長，會對他造成一些影響。學者認為，俄烏戰爭7年這麼久，又閣有瓦格納的行動，習近平一定會體認到中國若是要對台動武，愛拍真久的風險，恐驚無法度承擔。記者綜合報道。羅西亞本地伫咧澳洲的坎培拉有租一塊土地，要用來起新的大使館。不過澳洲政府月中表示講，新的大使館離國會傷過近，會有國安疑慮，隨甲租約停止。羅西亞就批評澳洲對因是傷過超過，而且這個羅西亞也派人去佔土地，佮再向法院提起訴訟。不過澳洲高等法院呢，伫拜一的時陣已經駁回了。羅西亞總統普丁拄啊受到兵變的打擊，外交上嘛踢着鐵棒。羅西亞佇澳洲首都坎培拉黃金地段起大使館的用地，月中和澳洲政府向陽發動停止租約，原因是情報官員警告，羅西亞新館用地距離澳洲國會敢若400公尺，恐驚議員受到羅西亞監控，有國安風險。國會緊急第15號通過法案取消租約。羅西亞2008向澳洲政府申請土地租約，2011核准修建大使館了，原本按算甲郊區的大使館刷到市區，當土地租約方停止，羅西亞真不滿，向法院提出訴訟，佮派一個有法律合法權的外交官踮咧新館用地佔地。莫斯科當局批評講，澳洲政府向羅西亞放甲起降。第二，禁止將近50個澳洲人入境。報訴進展，澳洲高等法院依然第2日駁回訴訟，裁定羅西亞袂使保留用地。The court has made clear that there is no legal basis for a Russian presence to continue on the site at this time, and we expect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urt's ruling. 澳洲总理埃文尼斯感谢法院判决，而且口说讲希望无管是遵守法律的罗西亚遵守法律。裁决公布了，占地几若天的罗西亚外交官已经离开。罗西亚政府暂时对裁决无回应。公视新闻是婉宁编译。美国共和党阵营争取2024年总统提名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26伫咧德州边界进行造势活动，针对着非法移民有提出政见，讲要起一条墨西哥边界墙围啊，而且非法移民若准伫咧美国生囝，一寡囡仔是袂当有美国公民的身份，一寡政见含串执政的时阵做法相像。
最近几个月非法划过美墨边境的人数增加，就连中间选民也看不落去，选择向更加积极移民政策靠我。美联社的一份民调显示，每10位美国成年人中，都有6个人无赞同拜登政府处理非法移民的方式。竞争共和党2024总统提名资格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日落选伫偷渡问题严重的德州边界小镇伊格尔帕斯，公布伊的竞选政见详细内容，像完成美墨边界高墙兴建，废止非法移民囝伫美国出生就自动得到美国公民身份的规定，佮派遣美国部队进入墨西哥打击梅毒集团。To remove the incentives to come illegally to begin with. And that means employment, that means taxpayer finance benefit. It also means this idea that you can come across the border 2 days later, have a child, and somehow that's an American citizen. That was not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14th Amendment. And so we'll take action to force a clarification of that. But I think it's wrong that people would use our country for things like birth tourism. So we're 这三大政策无例外，拢是党内主要竞争对手川普执政期间所提出来。一直停留伫讨论的阶段，都是因为无啥有过关的机会，除了需要推翻法律的先例，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意，甚至也佫需要修改美国宪法。原本互叫做有脑版川普是共和党阵营替代川普的可能唯一人选的德桑提斯，想袂到选前开悬加价，民调支持率一直是落后头号对手川普一大截。国家广播公司 NBC 新闻网一份上新的全国性民调显示，虽然因为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和联邦刑事起诉，川普伫共和党党内犹原占领先地位。川普6月份的支持率来到51%，比4月份的46%增加5个百分点，坐稳全党第一。德桑提斯排名第2，只有22%，比4月份的31%半9个百分点。不过 NBC 当时进行的一项拜登甲川普之间的假设性调查，民主党的拜登以49%对45%领先川普4个百分点。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西班牙伫这几天也开始出现受风，因为首都马德里也有南部的安达卢西亚高温是冲到40度以上，有真侪民众是热甲挡袂牢，早去喷水治身水。另外，伫美国却出现加利亚风甲大风雨，上无有3个人死亡。也那南美洲的智利也当咧做大水，上无有2人失踪，2个人死亡，6个人失踪。像那摕徛伫喷水池冲凉，也是敢若穿游泳衫倒伫草坡仔那凉。西班牙这几天啊，拄到今年头一波小风，首都马德里日外温度达到40度，拜一拜二原来有36度，部分民众热甲挡袂牢，带囡仔出门耍水降温。Los niños tienen que venir aquí a refrescarse, porque no hay manera en casa. 南部的安达卢西亚更较热，日内出现摄氏45度的高温，建筑工人赶透早工作，下晡2点外就收工，啊若无惊热甲破病。Recibí hace 3 años tuve 4 insolación que me dio golpes de calor en el que pierdes conocimiento y a día de hoy tengo bastante precaución. Yo precaución que es que le tengo miedo. 西班牙去年经历有史以来上热一年，今年持续烧热。当地气象单位指出，气候变迁的影响，过去12年6月出现烧风的机会增加2倍，因烦恼未来高温的现象恐怕有增加未减少。啊，那伫美国中西部甲南部是面临天灾，印第安纳州礼拜是出现强烈风，受过所在建筑车拢全部毁掉。各地数至少1个死亡，1个受伤。阿肯色州是拄到风暴侵袭，有树仔倒去地歹面家，至少造成2个人死亡。看南美洲的智利，当地的中部甲南部礼拜因为落大雨，河川水位冲悬，造成严重的水灾，大水汹涌冲入去面家，民众形容敢若水地动，物件袂好收，就淹去啊。No, lamentablemente con el dolor de mi alma, pero no se puede hacer nada. ¿Pudieron ingresar al menos? Porque está muy difícil también en el camino. Sí, ingresamos con el agua hasta acá, adentro, pero a ver si podíamos levantar algo, pero está todo flotando, todo. Cuando digo todo es todo. 这届造大水已经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6个失踪，400多人无家可归，政府当尽全力救援。智利最近拄到极端气候，几个月前才因为严重造大案发生野火，地区几多10人死亡。
公司新闻7万0编译。斑尾鱼最近这几年加做真重要的食业动物，是因为因增高生骨素，重点是因的脑含人类有真侪相像的特征。法国巴黎有一个研究单位，就希望透过斑尾鱼来了解恶性脑瘤的发展，而且希望讲会当找出解决的方法。这是斑尾鱼。最近几年，因为体型小，较会犯视觉素，加上因的大脑甲人类的大脑有真侪共同特征，人方面有7成基因组是共款的，所以因着加做癌症研究人员了解癌症解决方法非常重要的实验动物。Là, je récupère des œufs de poissons. Les poissons ont pondu ce matin et donc je récupère les œufs des poissons qui ont pondu. On va à notre poste d'injection. 法国巴斯德研究院人员贝都邓博营将要分析基因的 DNA 片段注入鱼卵中。贝都表示，利用这个斑尾鱼来做研究，比时间了解方便真济，唔免进行任何手术。而且斑尾鱼伫大只鱼进前，小只鱼也是规身躯空空的状态，方便研究人员直接透过显微镜观察。研究团队希望透过观察斑尾鱼的大脑，让因更加了解加植物细胞瘤，这是一种有高度侵袭性的脑瘤，也是法国特款的儿童癌症。目前有完无药通医。Donc là, il y a une première chose qu'on peut faire avec le poisson, c'est de prendre des cellules du patient après son intervention chirurgicale finalement. On met de la couleur dans ces cellules pour ensuite pouvoir les suivre. On les injecte à l'intérieur du cerveau du poisson et on regarde si ces cellules ont des propriétés invasives particulièrement importantes ou des caractéristiques d'invasion spécifiques. 另外，研究人员也发现有一寡癌症干细胞的休眠造成化疗效果降低，所以也希望借着斑尾鱼的研究，了解安怎伫化疗进前将休眠的干细胞叫醒，提高癌症治疗效果。公司新闻张武平编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前去到中国访问，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官员见着面。华尔街日报25的报道也指出，讲美中会谈真关心台湾的总统大选，中国也想要了解华府对台湾选举的立场，也暗示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的政治立场，可能会让台海情势愈紧张，甚至影响到台美关系。布林肯表示，美国政府在台湾选举当中立场是中立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访问中国，连续见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甲外长秦刚。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台湾总统大选是会谈中的焦点议题。中国方面官员向布林肯关心，华府对台湾大选的结果是毋是有既定利益或者是立场，也直接被问讲，是毋是甲民进党看作是朋友。甚至暗示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的政治立场，恐惊加重台海关系，进一步损害美中关系。布林肯在咧回答的时阵，重申美国政府的立场，强调在台湾选举期间将会保持中立，未做任何干预。外交部对于相关的报道没有任何评论。对此，南方正低调。因那《华尔街日报》也报道，美台官员正伫咧讨论赖清德8月要去邦交国家巴拉圭总统就职典的时阵，会当过境美国，可以无受副总统身份的限制，甲其他参选人同款，了解甲美国方面的合作。不过，总统府甲赖清德办公室拢讲，目前是无任何出访的计划。中国一直认为美国在掏空一个中国政策，有这么一种既定的看法，所以为什么？他们也想要借布林肯到访问北京的时候呢，之一，中国因为他关切台湾内部的选举，所以他不可避免的也会希望他所希望的人当选。学者认为，中国就台湾选举的问题想要套美国的想法，就知影台湾怎么是伫咧美中关系的核心。理工理事大选才是美中紧张情势上大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的郭文哲最近因为表态要挺重新启动服务部役创机，受到众人批评，质疑伊的立场是颠颠倒倒。郭文哲也表示讲，伊的理路从来毋捌改变。也那中国国民党的夏友义是认为讲过啥物拢会留记录。来看这个民进党的赖清德，今仔日伫活动当中，伊是表示讲，要和创意产业做伙拍拼，打造台湾第2届经济奇迹。提
提起主席绑架专员主席，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出席台湾品牌商务创新高峰会顶向亲民形象。李水是表示，伫科技甲网络时代，企业需要当作为行销创意科技才会当徛在。那我真的非常希望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合作，利用包括创意、包括科技、包括人工智慧，以及包括其他的工具，一起打造台湾第二次的经济奇迹。民众党高问题下昼也促销本土游戏公司结合 AI 的发布会，也毋过第三话题有关为伫高问题反乌收，毋是反服务的讲法。立委柯显智批评高问题偷换概念，捌参与太阳花运动的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吴晶讲出高问题伫公听会答题的内容，讲只要服务签落去，党也挡袂掉，将行政院长所将将也发文，毋通讨好支持服务的候选人。所有逻辑没有改变。那今天邱显智出来讲，这不是表示你是一个阴险狡诈的政客吗？贸易一定有优点有缺点嘛，所以本来就要想办法让优点增加，缺点降低嘛。大陆还是个重要市场，玩走过都必留下痕迹，画面会说话，很清楚的，柯文哲说过的都很清楚的，都会留下记录的。总统大选战况激烈，也毋过侯友宜最近几份民调拢是第三。侯友宜正是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已经加入竞选团队2天，而且是家己亲自去拜托的，也会邀请马前总统当主席朱立伦等人担任兼副主委。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毋但是6都内面65岁以上的民众上济，连低收入户也是全国上济。台北市社会局表示讲，虽然台北头路济，毋过这厝价和物价拢真悬，低收入户的上低生活费也是全国上悬的。也因为安尼生，这低收入户才会遐尼多。来讲台北市艋舺区是台北市中低收入户较侪区域，也毋过进一步放大来看，根据卫福部统计，去年6都第4季低收入户统计，台北的低收入户达到21909户，是全台上侪。其次是台中的20398户，第3名是新北的1.8万外户，所落分别是高雄、桃园甲台南。我的财产跟不动产的标准其实都是比其他县市要宽。贫穷线有稍微比之前的时候要多一点点，那当然我们也就是照顾更多的低收入户。纯粹反映的就是台北市的所得偏高，跟房地产价值偏高。那么它的低收入户的那个门槛的计算是根据这个来计算，对，它可能会被拉高。台北市社会局表示，因为台北市的收入比其他县市较悬，所以三尺线也就是低收入户的标准也是全台上悬。观察最近5年来，台北市的三尺线，2019年是16580块，了后说逐年提升，到今年佫开始来到19013块，哇2万，显示薪水对比着通膨的速度，会互产车甲好业之间的对立继续加深。对国家发展占重要地位的青年来讲，恐怕会因为看袂到希望，产生负向结果。他们的所有这个努力就是没有办法累积，这个部分事实上是对于未来的长期发展，对年轻人、对新的世代是不利的。专家建议政府应该为政策面减少通膨带来冲击，也是提升薪资水平、改善财税制度更加公平化，才会当对降低好野产的基地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挡这寡票贩仔的生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修法，6月初生效以来，文化部的检举专区已经有900件路。若准一张票罚一届罚10倍起跳来算，这寡罚金算算咧，可能有上千万。像演唱会这种表演，常常拢有人在卖黄牛票，造成乱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修法了后，6月生效以来，文化部检举黄牛这个专区已经有900件的检举案件，亲像真有名的 Rock and Roll 团体 Coldplay 等等，演唱会门票拢有人检举有黄牛票。照法律加介绍去卖，就是黄牛行为，一票一罚，罚票价10倍起跳，上悬50倍。只要将演唱会票券加价转售，以每张票罚10到50倍，即使加价只有100元，罚款都可能达上万元。如果使用假资料或软体程式等来扫票，还会处3年以下的徒刑，以及科或并科300万以下的罚金。以演唱会票价6000块做例，黄牛若加介绍去卖，逐张票至少拢爱罚6万块，那一直犯会罚50倍。上悬有可能爱罚30万。那以目前的检举案件来算，全部会罚到1000万以上。主管机关
如果能够在各种的一个宣导的场合之下，能够让消费者、民众能够知道说执法的一个力度跟它的广度，转售图利的这个黄流能够自然而退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消费者当然是一个帮助。为了压制黄牛这样创收的行为，那检举按成立就会发奖金，以罚款的20%来罚，上侪会当摕到10万。若是检举售票的行为，案件移送了后会罚10万块。若是有人无票券所来做卖票的诈骗，会当先找事情了后报案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社区的公设比是愈来愈悬，常常拢30%起跳。内政部要推动虚平改革，拍算对无买车位也爱负担公设的车道、停车位的问题大声来处理。有专家认为讲，安尼生做呢会去压缩到建商的利润。不过，若准解决车位防灌水的公设，就会当解决8成以上。一台一台汽车停伫大楼地下室的停车格边的车道，拢算是公共空间。总共无买车位的住户嘛，都爱负担公设。它是属于另外应该是要分开来的，很合理的摊开来就好了。我们住户当然是需要实际住的那个坪数啊，就所以为什么那个30-40年以上的那些老房子比较受现在的人欢迎。除了车道的公共空间，主体楼卡的健身房 KTV 嘛拢算伫公设内。即马台湾社区公设比愈来愈悬，卡要到30%起跳。内政部要杀虚平改革，要为大家上关心的车道停车位问题优先处理，互无买车位的住户无需要负担，避免停车公设变大公设。较早就有不少建商会将车位坪数缩减来卖。举一个来讲，一个社区有50个车位，本来一个车位应该爱有12坪左右，所以车位应该爱有600坪。不过市场交易行情是以一个车位来卖，若做业者车位敢若登记5坪，50个车位有250坪，所有车位的350坪都选去公设来卖，所以唔只互所有住户加负担这加出来的坪数。假设这个社区是60户的社区，那么60户呢，我们刚刚讲过，平白就要多负担350坪的这样的一个稀增的公设坪数，也就是说，这样的话，你买的钱状里面呢，就有接近6坪是从车位转移过来，对于这个有够车位跟没有够车位的，都同样造成负担。专家认为，虽然虚平改革部分会减少建商的利润，不过只要会当解决车位问题，灌水的公设就会当解决8成以上。若是大楼内管委会免算用值要安怎分配，内政部一定9月进前会提出修法版本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伫台湾野生的高山仔数量一直增加，因为着要找食，定定互车搞死。根据统计，最近5年全台湾一年有30多只狗互搞死。伫咧51个年假当中呢，台东东河路一只美牛仔囝去互车弄着，落尾有送去治疗。这只细只的台湾高山仔伫东河乡的省道公路去互汽车弄着伤，后壁车辆停落来，民众赶紧将拍着惊的高山仔送到台东县政府车保育环，转送地上野湾救伤中心治疗。前面的猴子已经过了，然后妈妈就是他们这一对，妈妈跟小猴子就来不及就撞飞。台东县东河乡高山仔数量估计有3700只，其实拢有民众伫金樽路段看到高山仔互来往的车辆弄着。路杀社也统计最近5年，全国平均每一年发生高山仔互路杀的事件有30多件，比过去一年平均10多件的记录悬。路杀社观察，高山仔互路杀可能是风气关系啊，佮加上高山仔族群为着找食，规定过大路也较会去互弄着。碰过2次。有的是受伤，有的是当场死亡。这个喂食为什么会产生问题呢？第一个就是你在喂食的过程当中，会导致这些猕猴它对车辆跟人员失去警戒性。它看到人员跟车辆来的时候，它会把它跟食物画上等号。路杀社呼吁，休路旅游大规比较啊。公路车辆多，除了请驾驶人开车适宜通过高山仔出入的地区，也呼吁民众唔通过骑高山仔，避免因一无细致就去互车路。记者综合报道。这个51年假去到高雄寿山，还有动物园的游客，还有车是真多。警方礼拜时阵也去到迄个所在，此地违规改车，甲车的噪音改甲真大声的奥多摆，甚至有民众骑巧高链一款重型机车，这个下晡就开20场的活动。
高雄万寿山桥顶来来往往的车袂少，伫内边车道骑重型机车人雄雄跳高链，警方调的监视器发现这人确实有2届用前链离地方式骑车，要求于告案说明。车主到所说明称，当天因心情不好，才会骑车外出散心，并以跳高链方式宣泄情绪。万寿山桥是通往寿山甲寿山动物园的主要道路，附近道路原来有将近90度的大弯。当地居民反映，无警察的时阵，就会看到改装车伫逼近，常常听到改装车真大声。这个5日节连续假期，佫出现一个报道开20张罚单的情形。就是常常会有飙车组队啊，就是都改装车的那一种啊。是听到什么声音吗？就很那个单购很大声的那种声音，就可能摔车雷惨吧，就是会直接脚会破皮虫，或者是整个人飞出去，就比较危险。警方表示，2、5处地迄天一个报道开20张罚单，另外还有16件车好亲像改装出现噪音的情形，嘛会送请环保局来裁定处分。下晡定期甲相关单位联合稽查，也提醒民众，若做有逼近还是违规驾驶，恐惊依照公共危险罪上办，还是依照道路处罚条例当中危险赛车，会罚6000至36000。改装的车也有可能面临上悬1000倍的罚单，民众唔通挑过的犯法。记者综合报道。每年是台南府城建设400年，安平古堡入口边啊，一直有人伫咧摆摊。这寡摊敢爱煞为民众看法是无共款。市政府表示讲，目前也正咧规划讲安怎摆摊，看起来才袂乱七八糟。不管是安平古堡这个国家级的古迹，真侪人来参观，对入口看出去有足侪摊位，虽然方便民众买物件食，不过也有民众认为这是高度观光的门面，对摊商爱做整顿。实际行一撮摊商讲，因伫遮摆卖20-30档，拢有做好管理，加上即摆景气无好，因望政府爱做好配套措施，甲因先参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今日做生意有一个感情一下啊，看咩啦，来个环沟通。是你这度过日个啊，无是要叫阮去倒位吼？先对摊位那进行请一些专业的人来帮忙做一些设计，那也符合他们现在的需求。那也让它比较整体性、比较美感，大概会朝这些方面来进行。市府回应配合每年建设400年，初步先甲单位做美化，过来拍算要甲附近公有的停车场改建做复合式立体停车场，互摊商会使伫楼骹卖物件，统一管理。另外，伫个咱嘉城西边保留着古城墙，藏伫咧庙寺边啊。最近这间西龙店甲南边的建筑物拆掉，即摆民众远远地使看到古城墙。文化局未来要规划做导览活动，筹划一些经典走读的活动。那之后会让民众能够一起来参与，带领民众到我们热兰遮堡的那个遗迹遗构，然后还有大园市镇。台南建设400档，要安怎互安平街区有新的形象？甲要安怎请观光客来遮，嘛是市府当咧思考的问题。记者的新闻台南采访报道。云林北港的北新国小，伫日本时代有一个校长宿舍，已经伫做是云林县的特殊建筑。不过，爬远超过20年，环境愈来愈垃圾。学校最近有争取经费，摒扫附近环境，也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来还手。伫西元1941年起的北新国小宿舍群，保存正完整日本式茶器的校长宿舍。2010年红登录作原定历史建筑，但是已经超过20档无人住，边仔互民众黑白单粪扫变甲真垃圾。学校争取经费做环境的维护。教出国教科给我们一笔经费，做一个外部大幅度的一个树木的修剪，才能保持这样的一个校长宿舍的风貌。我想目前所遇到困境是，它已经列为历史建案。那整个都依照古迹法的一个相当的保存的办法来做一个修缮啊，我们也会循着这样的一个办法来做继续这样的一个回顾。学校讲，这栋校长的宿舍是经过几啊个台湾和日本的校长来住，落尾住伫这栋宿舍的苏金莲校长退休搬走了，已经放20几档无人住。最近发现讲厝顶有一个所在已经破去，恐惊有可能会纳入去，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想办法来征收。前屋顶有部分被压到，就是压损，所以呢，近期我们会尽快安排现勘，然后针对屋顶的部分做一个加固的动作。那同时呢，就是云林县政府也会依据校方的需求，未来在修复再利用的部分，可能针对作为一个艺文空间。
文管处讲，这个宿舍群会当见证北港教育体制的变化和历程，而且起的方法和空间的配置是照日本时代的标准官舍来起的，即摆已经无啥看会到啊。学校的研究修复计划，文管处来斗争取经费，规划做校史馆也是艺文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的独立册店台湾图书室举办台湾诗歌节的活动，邀请民众来分享台语的一个诗歌，有人念诗，也有人分享自己的创作。用唱的方式来分享各地所老师的诗。嘉义市的台湾图书室举办第1届台语诗歌节，有人捡嘉义的诗来念，嘛有人分享家己的创作。自由花蕊真明雅。大家可能拢是念新诗，不过我感觉汉诗真要紧，所以我特别想讲，就刚刚这条我较简单吟嘛，较会晓吟，我就吟互大家听看卖咧。不管讲你家己有写诗也无写诗，有诶念别人题，这嘛真好啊。若有写诶，借这个机会当来遮发表，提醒更较侪人，行为台语这条路。透过诗歌来参加的民众嘛，感受到台湾文化，发觉台语真好听，台语文真水。阮的故事用文字写出来安尼，透过阮念出来，互大家知影阮的台湾的文化安尼。互大家更较了解讲台语其实哇，听起来足水的，写起来嘛足水的吼。咧唱也是咧吟咧念，拢是一个真感动人的语言吼。主办单位台湾图书室表示，头摆来举办，就有遮侪人愿意来参加，互因对台语文的推广更较有信心。嘛，希望刷来会当有更较多元的作品，通甲大家来分享。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北松山洪天宫和故宫做伙来推出皇帝去旅游的展览，民众会当透过虚拟实景的设计，体验古早皇帝是安怎标戏射箭，真趣味。咱做伙来看。让我们踏上冒险的旅程吧！实际体验 VR 来看17世纪的传教士南怀仁送予康熙的世界地图。台北松山洪天宫和故宫博物院合作，伫洪天宫举办所谓展览，主题是对皇帝去旅游。这个 VR 的这个目镜就是讲来宾来戴上这个 VR 眼镜了后，你会使看到当初南怀仁伊画这张图是虾米款的心情，甲伊画这个原因是虾米？唔但有 VR， 也有爱对机器做动作，体验关系组是安怎拍落，或者是夹去画内底欣赏风景。这摆总共4个展区，每一个拢展出经典的文物。阮这边是用叫做甲皇帝去旅行，古早皇帝伊拢差不多拢是用看这个宫内底这个山水画。也是讲由外派一寡官员去写因去这个外地啊，看到的这个较特殊的风光，爱用文字爱甲记载落来。我上介意这也因为伊真水，而且伊会使为原本的画作，然后变做会叮当，囡仔会看到，感觉足介意、足欢喜安尼。为着让民众更加亲近古文物，故宫参松山洪天宫推出古文物的所谓展，嘛是因第6摆的合作。展期到11月，免费参观，让民众会使做伙和皇帝旅游，体验无同的展览。记者柯嘉选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日本东京大学有教授伫咧研究这机器的手骨，目前会当伫咧骹接拼装4支，本来是希望讲运用伫咧救灾，未来将有可能会当变做是咱人的尸骨，甚至是无人机。母者优美的舞蹈，卡车片的机器手骨也伫咧跳舞，显示因的灵活度。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道见昌彦，甲伊的团队讲，研发的灵感来自日本第1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第一篇小说《片腕》，将小说家的幻想变作现实。この腕の特徴はですね、こうやって人の2本の腕以上にたくさん腕を増やせるってことだけではなくて、実はこれ背中のソケットでですね外したりつけたりでさらに別の人に貸したりということも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んです。道见昌彦亲自示范自在机，原本的手法都是救灾，也是当人老啊，骹手无方便，会当用这个机器手骨替代。
装4支机器手骨的重量大约14公斤，也会当甲人类的手指头啊同款摕物件。道前厂员也讲，除了机器手骨，未来也会当透过插座改造其他装置，也是会发明出需要6支手骨的运动新形态的收水方式。付け替えると今はこういう腕の形だけですけれども、例えば将来背中から羽を生やしたりとかですね、ドローンをつけたりとか、さまざまなアタッチメントを付け替えしながら、いろんな能力を獲得していく、そういうようなことも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目前自在机只会当透过缩小版的手骨远端操控，团队也伫研究论文中指出，即卖的发明还未找到会当同时控制坐机手骨的完美方法。无定到机器人也是 AI 会慢慢来取代人类，也毋过因的发明偏向伫利用科技，互人类的机体有更加侪延伸甲应用。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踮咧录影当中接电话，王少伟是咧变啥梦咧？听的，妈，你来雄雄打电话给我，安怎啦？开始了。这位先生较专业的。袂啦，你无彩，无这我嘛会晓。